A 組首輪兩場大戲，墨西哥對南非，韓國對捷克。根據 FIFA 官方排名、Transfermarkt 身價數據、Opta 專業戰術支撐、江湖恩怨、球員八卦、搞笑細節，最後仲有理性比分預測，大家坐穩。第一場墨西哥對南非，頭場揭幕戰真係前世今生嘅緣分。16年前南非辦世界盃揭幕戰就係呢兩隊踢，當時南非主場靠查巴拉拉嘅世界波領先，最後俾墨西哥隊長馬古斯扳平1-1收場。點知個結局係地獄級，南非同法國同分，但淨勝球少一粒，做咗世界盃史上第一支小組賽出局嘅東道主，成班球員喊到拆天。16年後輪流轉，墨西哥做東，主場呢個阿茲特克球場，海拔成2200米。名副其實高原打氣機，空氣稀薄到咩程度？客隊球員跑2圈就喘到咳，好似入咗無氧訓練室咁。墨西哥呢個 buff 疊滿晒，南非就真係大鑊啦。而家落 data 講實力 ，FIFA 排名墨西哥15位，南非60位。Transfermarkt 身價，墨西哥成隊值1.8億歐元，南非特先4000萬歐元，差成4倍咁多。再揸 Opta 交鋒數據，兩隊過往3次交手，墨西哥2勝1和未輸過，心理優勢拉滿。講戰術喎，墨西哥教頭艾基雷3進攻，主打4-3-3陣型，邊路快馬洛沙奴係爆點，成隊波習慣高原氣候，踢法講究高位逼搶，兩邊路穿插壓上傳中，攻勢一浪接一浪。不過佢哋都有隱憂，幾名主力中場賽前傷停。主力後腰帶傷上陣，中場控制力下降，隨時變陣4-2-3-1收窄防線，玩穩受突擊。南非嗰邊73歲比利時老帥布羅斯，呢屆係佢執教生涯最後一舞，當然想攞個靚收場。佢哋嘅戰術就簡單直接，擺明鐵桶陣加偷雞反擊，主打4-5-1或者5-4-1，全員縮反半場死守，唔同你講咩控球率。就等對手甩漏打快速反擊。南非有個天然默契 buff， 成班球員除咗前鋒霍斯達效力英超搬嚟，其餘都喺國內兩大豪門馬梅洛迪日落、奧蘭多海盜踢波，朝夕相對踢到連隊友下次出嘅係傳中定解圍都估到。但係佢哋有個死穴，高原體能崩盤。Opta 數據實錘，南非上一次高原比賽嘅場均跑動距離比平日少咗成12%，踢到60分鐘後，後衛對腳好似綁咗圓球，轉身都難，仲要補防。仲有個更衣室隱患要提，南非足協之前拖足幾個月晉級獎金，班主力賽前集體罷踢抗議，搞到要勞煩老帥出面同足協拉鋸先至搞掂。呢件事嘅刺蚊唔掹得乾淨，真係要打個問號。再用 Opta 數據補多刀。墨西哥邊路進攻成功率高達42%，南非邊路防守得60%，真係避無可避。本場理性預測比分，預測可能勝1，墨西哥2-0南非。墨西哥牌面主場體能戰術全面佔優，上半場靠邊路攻勢破局，下半場再憑定位球鎖定勝局。預測可能勝2，墨西哥1-0南非。南非全線退守擺大巴，10個人縮喺禁區前，墨西哥久攻不下，最終靠洛沙奴嘅個人能力創造12碼，或者直接任意球絕殺。南非全程冇似樣攻勢。第二場韓國對捷克，跟住呢場就真係亞洲跑不死，硬碰東歐鐵頭功，打法上黑。實力接近，隨時和波收場，話唔定要靠絕殺先分勝負。落 data FIFA 排名，韓國25位，捷克41位。Transfermarkt 身價韓國2.1億歐元，捷克1.9億歐元，相差無幾，真係5-5開嘅對決。Opta 交鋒數據，兩隊過往2次友誼賽各贏1次，冇邊個有絕對心理優勢。韓國呢邊由超人教練洪明虎帶隊，主打3-4-2-1陣營。今次嘅女歐兵團真係架勢，鋒線孫興文效力洛杉磯 FC， 呢個係佢最後一屆世界盃，肯定搏到盡。中場李江仁效力巴黎聖日耳門，細技術全威脅球係佢拿手好戲。後防金敏哉效力拜仁慕尼黑，係防守鐵閘。韓國人嘅地獄級備戰真係冇得彈。為咗適應墨西哥高原同悶熱天氣，專門拉去美國鹽湖城集訓個幾月，仲研發專屬電解質營養餐，嚴控高油高鹽，1日2練揀喺清早同深夜，避開正午嘅烈日。
佢哋嘅殺手鐧就係跑死對手唔償命。Opta 數據實錘，上屆世界盃韓國場均跑動112公里，小組第一，完全可以同捷克磨到最後一刻。但韓國都有致命漏洞，主力中堅朴智珠賽前重傷退隊，新組合磨合不足，防空能力一定甩漏。呢個正中捷克下懷。捷克嗰邊，74歲老帥古碧克臨危受命，帶隊踢3-4-2-1陣型，隨時變陣3-5-2狂攻。佢哋條中場線先至惡到餡。中場蘇卓克效力韋斯咸，有英超鐵肺之稱，場均跑動超過10公里，攔截、爭頂、後插，樣樣掂。前鋒希克效力利華古遜，冷面殺手型，國家隊52場射入25球，頭球、遠射都係殺手鐧。邊路悍將曹法爾都係韋斯咸人，佢嘅傳中成功率高達85%，成個禁區都係佢嘅天下。捷克嘅戰術就係針對性拉滿，既然韓國防空唔得，就不停打邊路傳中，跟住就係高空轟炸，話唔定可以頭槌破局。但捷克都有隱憂，佢哋晉級之路極之驚險，歐洲區附加賽2回合都打和，靠點球大戰先至淘汰丹麥。隊內仲曾經爆過新老球員派系分歧，雖然被老帥壓落去，但大賽場合唔容易再次爆發。仲有個搞笑細節，韓國球員呢幾日訓練，每人要額外着多件10公斤重嘅負荷背心，就係為咗適應高原稀薄空氣。捷克球員就完全唔使呢啲，佢哋話我哋東歐出身，咩惡劣天氣未見過。呢個心理上嘅差異可能會成為臨場勝負影響因素。再用 Opta 數據補充下，捷克高空爭頂成功率高達58%，小組第一。韓國中場攔截成功率42%，完全可以頂住捷克嘅中場壓力。兩隊打法真係互相克制，邊個都冇必勝把握。本場理性預測比分，預測可能性1，韓國1-1捷克，雙方戰術拉平。韓國靠速度同地面反擊製造威脅，捷克靠高空攻勢回敬，各入1球之後打法變保守，最終握手言和。預測可能性2，韓國2-1捷克，韓國體能優勢喺70分鐘後顯現，邊路突破扯開空間，孫興文把握機會絕殺，捷克靠希克嘅頭槌曾經扳平，但後防線最後時刻甩漏。收尾總結，講真，今屆 A 組真係冇魚腩。墨西哥坐擁高原主場，出線形勢最穩。韓國、捷克實力接近，就爭呢場嘅關鍵積分。南非雖然牌面最弱，但係非洲球隊一向牌面唔夠，拼勁來湊，邊個大意都可能踢到板。今日嘅分析就到呢度，兩場波都有睇頭，記住捧住個心仔睇波，千祈唔好賭波，享受足球樂趣最緊要。歡迎大家評論區留言，預測輸贏同比分，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